台中市的人口数占全国第2，不过公共下水道暗沟煞干那2成6，伫6岛内底是排第5的。有议员批评，恐惊着搁爱等40年才会接管到逐个人兜。不过市府是表示，最近这4年接管的速度已经加真紧啦，唔通甲别个县市相比。 施工单位将重量挡外的主干管接头为车顶吊落来的护卡。台中市西区几个地点正咧进行污水下水道工程，民众有的支持，有的是认为工程范围伫咧交通遥冲，影响着出入。那个如果真的要做的话，也是要做，我会配合吧，不会不支持的。刚进1个月咯，对啊，只是每天摩托车啦、汽车啦、争道啊、叭叭叫啊。 对啊，行人上可能是会比较危险的。根据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统计，6岛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排名，前3名是台北、新北、高雄，台中市是以26.05%为尾啊算来第2名。民代批评，若是以目前每年2万户的接管速度，预计还搁39.5年才会当全面普及，应该加速来建立。台中市这个总数有105.5530户的这个总数去算，2万户这样子做，我们要做39.5年。我在议会里头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们可能都看不到那一天的来临。台中市府强调，污水下水道建设不容易，加上台中市地质大约属于软砾石层，工程的推动更较困难。最近4年接管户数达到9.2万户，甲往年比起来已经大幅成长。108至1114年内，用户接管户数达9.2万户。 相较104至107年，接管户数6.3万户，大幅成长约1.5倍。市府表示，台中市人口全国第2多，若是以接管率来计算，台中提升1%，爱接管10567户，台南市干那需要7261户，中央地方计算的方式无同，无应该摕来比较。记者台中报道。